如果你而家做緊老闆嘅話，我想問下你一樣嘢，你係咪覺得依家啲人好難請，好唔容易先教識咗個員工，做唔夠半年就跳槽，甚至變咗你嘅競爭對手呢？喺呢一個跳槽已經係常態嘅時代，有一班公司佢位於偏僻嘅小鎮，做緊一啲最枯燥嘅工業產品，但係佢哋員工嘅流失率竟然低過2%喎。Hello， 大家好，我係喵老闆。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咁今日咧我哋就要進入《隱形冠軍2.0》呢本書嘅第3集啦。今日咧我哋就拆解隱形冠軍最後一個亦都係最強大嘅武器，就係人才與文化啦。點解一班咁平凡嘅人可以聚埋一齊做到全球第一嘅 product 嘅呢？有好多大公司咧都中意哈佛啊，去嗰啲比較勁嘅學府嗰度搶啲狀元翻嚟做自己嘅員工啦，但係隱形冠軍嘅思維唔同啦，佢哋相信合適嘅人比優秀嘅人更加重要。佢哋咧會喺本地揾一班踏實啦、認同公司價值觀嘅比較平凡少少嘅人啦，然後透過咧極其長期嘅培訓咧，去令呢一班人成為該個領域嘅工匠啊！隱形冠軍咧唔會追求明星球員啦，而佢哋會追求一套完整嘅訓練系統，令到每一個人都可以專注喺自己嗰1% 嘅專業度嗰度。咁呢咁多個1% 加埋咧，就會係對手永遠都追唔上嘅100% 啦。咁我喺經營實體店同埋網店嘅時候咧，對團隊建設咧都有比較深刻嘅體會啦。咁喺網店度咧，有好多工作其實都可以外判出去嘅，但係我發現咧，如果核心營運或者客服啊，同埋視覺系統冇一套統一少少嘅品牌雲嘅話，嗰個網店咧就會做到好冰冷啊，好冇人情味嘅感覺，同埋好冇記憶點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將網店嘅核心價值寫埋入培訓手冊嗰度啦，盡量令到每一個幫我寫文章嘅人，或者幫我出 product post 嘅人，佢都可以知道佢哋做緊嘅嘢嘅核心概念係啲乜嘢。我哋核心概念咧就係要幫個客解決到嗰個客嘅問題啦，而唔係好單純咁樣純粹覆下 message 咁樣嘅。咁喺實體鋪度咧，我就會更加強調師徒制呢一樣嘢啦。咁隱形冠軍咧，好強調高低層嘅直接溝通啦。咁喺我鋪頭入邊咧，我就唔會希望我嘅員工咧會覺得自己只係個收銀員或者只係嚟洗碗嘅。我希望佢哋可以參與改良成個流程嘅順暢度啦，或者賽後檢討咁樣啦。咁當員工咧覺得自己嘅意見係會俾人採納嘅時候，佢對呢間鋪頭嘅歸屬感就會相對上提高咗啦。仲有就係佢覺得佢有咗呢一間鋪頭嘅所有權啊，有一個主人翁嘅意識嘅員工咧，係唔會輕易為咗多幾百蚊嘅糧而跳槽嘅。咁隱形冠軍係點樣留住啲員工嘅呢？答案就係創造一個值得追求嘅長期目標啦。嗱，唔係畫餅啊，即係唔係 kind of 畫餅。咁佢哋咧只係唔會同員工講錢，佢哋會講呢一粒螺絲咧，其實係保護緊全球航天飛機嘅安全啦。咁樣唔係畫餅啊，佢純粹講咗個 fact 出嚟，但係 which is 呢一個 fact 咧，而唔係一個去講一啲比較未來大方向、大計劃，未來我哋會賺到幾多錢、幾多錢、幾多錢，唔係咁樣嘅。佢呢一個 fact 咧，係純粹將佢依家做緊嘅嘢咧偉大化，甚至係視覺化咗。我唔係淨係每日掂緊呢一粒螺絲咁無聊喎，而我係做緊一樣好偉大，對於全球人可能可以係好重要嘅嘢喎。咁當員工咧覺得自己做緊一樣有意義、有自豪感嘅事嘅時候咧，咁佢工作咧其實就唔會覺得係一種勞役嚟㗎啦。同時間咧，隱形冠軍嘅管理咧，通常都係偏扁平嘅。老闆同員工咧會一齊喺 canteen 嗰度食飯，一齊 solve 一啲問題。咁呢一種咧家庭式嘅文化咧，其實喺大企業度係揾唔到嘅。
而公司文化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公司文化係唯一一個冇辦法俾競爭對手複製嘅資產嚟嘅。咁咧上幾集咧就講到專注利基市場啦，仲講咗點樣掌握定價權啊，同埋點樣打造鐵軍嘅文化啦。咁你會發現咧，要成為咧行業嘅霸主咧，唔一定規模要係最大嘅，但係你嘅心智一定要係最堅定嘅。如果你中意呢一集嘅話咧，記得開翻 notification， 咁我下一次一出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有咩書想聽咧，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有咩老闆，我哋下次見，拜拜。